桃园一个雕刻师于金华雕刻两壳真厉害。伊本来是消防队的分队长，希望透过两雕互心静落来面对火场。结果是伫个两雕当中找到趣味。今仔日个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三两个手一蕊花，伫于振华手中就完成啊！看一个真，伊创作的素材是两空，眼神真专心，伫金宝的五两壳顶面发挥创意，甚至佫会使突破限制，或者个两壳变成野心，看起来真逼真，袂输是随会使飞起来共款。这个是刻最细的，对，它那个宝塔不好刻。 宝塔伫两中出现光滑，面对真切两壳，下手一定要精准，袂使张图。就敢若伊过去35年来消防工作共款，伫火场内面里救人，指挥调度爱真冷静。偶尔在灾害的现场要指挥，我总觉得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很静下来，那容易造成一些误判或者是失误的情形。 对于振华来讲，两雕光是创作，不如讲搁较先修行。伊希望讲拍火的手，甲举砖啊时阵共款在，用两雕来稳定心情，愈做愈有兴趣，嘛变成退休后的重心。我没有去跟人家学，那因此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瓶颈，比如说蛋壳里面的膜要怎么去把它取掉。 无人家己想办法，上网络找资料，找出去两模的配方。 嘛为日常生活中找创作的素材。丢在我们家田里面一个大概20-30年的一个水管。无人卖塑胶水管变成海底世界，要要安怎将这个废弃物变成艺术品，嘛会真伤脑筋。那雕进去以后，你还要把它的透光度弄好，还要用热风机把它给折成它的样子。 斗电火加热水，结合时间佮实用性，上界高工的是这个心经的定条。 这个心经260几个字，你必须要花费至少5天以上的时间，你才可以把它雕好。因为这个字每一个字你都必须要把它串联起来，而且一个字错的话，整个心经就有一点感觉就是怪的。一字都袂使唔丢去，一点一滴完成作品，其中的秘诀干那一项尔。 唯一的技术就是要有耐心而已，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，它只是技巧就是你不断的练习，但是它必须要有耐心，因为一颗蛋下来，你必须要很专心的去做。用耐心一直练习，嘛，互大家伫作品内面看到伊的光体柔情。